继续关心另外一个三脚督的所在是伫新竹市。来关心新竹市长的选战。新竹市的教师会顶一日有举办新竹市长候选人的教育政策论坛，邀请拿立白三边的候选人来说明因未来的教育理念和政策，嘛伫现场听第一线教育人员的心声和诉求。今年的新竹市长选情是愈来愈激烈。新竹市教师会特别邀请南、立、北三方的候选人参加教育论坛。教师会表示，这届论坛主要是希望候选人把家己的教育政策讲予第一线的教育人员了解。资源分配怎么样是合理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有赖我们的团队这边所提出来的一个政见，让我们擘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整个教育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那重点是我们对于整个这个教育的一个支持，还有你的一个理解，甚至能不能提出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个建议。南、立、北三方拢到现场，除了提出家己的教育政策，要怎更加老师参学生的比例，特别受到现场教师的关心。无论是1比12或者一般从30人变成24人我觉得都应该是审慎评估的一个过程不能说我现在就贸然答应说好降低到1比12，我想家长一定会反对。原来可能有余额的，现在变抽签又非常的紧急。所有的预算的人事费用，我不能不付你薪水。然后我告诉各位，我不给薪水，然后要做别的事情，不可能。所以人事的费用，我一定要控管在一定的比例。其实地方政府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尽量来协助以行政命令这种方式来去把地方政府能够做的这些措施，想办法去降低生师比。也是想说，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以1比12来做。教师会把趁机会提出教育政策白皮书，和3个候选人签名，内容包括权力教育经费、落实行政减量、保障代理教师基本权益等诉求。期待透过活动，候选人会使重视教师的教育改革诉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